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檸檬弟弟啊！今日我會介紹同我一樣顏色，但外形好似月亮嘅香蕉俾大家。除咗鉀質，香蕉仲含有豐富嘅水溶性纖維，對腸道非常有益，可以幫助預防便秘㗎。加上香蕉方便攜帶又飽肚，最適合大家帶返學校做小食啦。大家記住啦，2至5歲嘅幼兒每日最少要食1份水果，而6歲或以上就最少要食2份啦。1份水果相等於半隻大型香蕉。水果對身體有咁多益處，大家記得每日都要食足夠嘅水果啊！香蕉外形好似一個彎彎地嘅月亮，而且又有營養。今日我哋就一齊學接一梳香蕉啦！首先準備一張黃色正方形摺紙，白色嗰面向上，沿住虛線向下對摺。而家畫面上見到有一粒星星，我哋一齊沿住虛線將底部嘅角向上摺去星星嘅位置。摺紙頂部而家有一個小三角形，沿住虛線將小三角形向後摺，然後沿住虛線跟住箭嘴方向對摺。摺紙上半出現一條斜斜地嘅虛線，沿住虛線將最上面嗰層摺紙向下摺，再將最底嗰層摺紙向下摺。記住唔好遮咗下面嗰塊摺紙啊！我哋差唔多完成㗎啦。沿住虛線將左邊嘅角向後摺，最後將頂部白色位置填上綠色。香蕉摺紙完成啦！水果既好味又有營養，你哋今日食咗足夠嘅水果未呢？